公子森林第15集，愛情二五仔。上次講到，原來媽媽同我大學嗰個哎呀情人 Sandra 竟然出席同一個 speed dating 嘅 party， 結果媽媽誤會咗我將佢肚屙喺急症室打尖睇醫生嘅事實講出嚟。本來呢個誤會呢已經係水洗都唔清噶啦，好難叫佢相信。將呢件事講出嚟嗰個，原來係佢睇嗰個醫生喎，而仲要係因為覺得佢麻煩而特登用呢件事串翻佢喺個 speed dating 同佢相遇嘅醫生喎。我知佢心入邊一定覺得嗰日喺個 speed dating 見到嗰個窒佢女人一定係識得我，而我就將呢件事話咗俾個女人聽。而更加水洗都唔清嘅係，今日喺公司竟然傳開咗媽媽去參加 speed dating 嘅事。其實一個人冇拖拍，去到咁嘅年紀參加 speed dating 係唔光彩，但係都係有需要噶。即係有病啊，梗係唔係好啦。但係若然有病睇醫生都好正常啊。當然我唔係話冇拖拍係有病，但係最大嘅問題係媽媽唔覺得自己有病啊嘛。佢根本唔覺得自己係冇愛情，佢成日覺得係佢自己唔要啫。當然啦，對於我哋嚟講又其實係冇咩分別嘅，但係對於一個冇拖拍嘅女人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 concept 嚟噶。點解我咁清楚佢諗乜嘢？因為係佢用力踢開我道門，踢低個垃圾桶，指住個鼻大聲講我聽嘅。我去 speed dating 唔係因為我冇拖拍啊，係因為我唔要一啲好似你呢啲咁低質素嘅男人去破壞我嘅人生啊！我再次同你講多一次，你唔好再因為妒忌我而做埋啲咁幼稚嘅行為。我冇啊！你唔使再講，你講任何說話都只係代表你更加幼稚啊！跟住佢就轉身離開咗我個 office。臨出門口之前，佢講多咗句說話。佢話奶粉嗰個廣告，即係點嚟點去嗰個靚模啊，個客 ban 咗，成條橋由頭度過，下個禮拜 present。雖然我知道個客 ban 條橋唔關佢事，但係要講呢番說話嘅語氣，好似係懲罰我咁樣。最重要嘅係，從來未試過有廣告係啲相都影好晒，啲嘢都做晒，先至由頭做過。點會有啲咁嘅事嘅啫？我諗我嚟緊嘅日子同媽媽嘅關係都唔方好得去邊。不過我都要搞清楚，點解個客會唔要嗰個廣告？後尾問翻先知道，原來我為嗰個廣告度個 slogan 同條橋，竟然同另一隻奶粉撞咗。撞咗嘅意思係唔係淨係條橋相似，連個 slogan 都一樣咁滯。我嗰個 slogan 係真的不及假的好，營養比人奶仲要高，而對方個 slogan 竟然係真的不及假的好，營養比牛奶仲要高。原來係另一隻鮮奶嘅廣告。雖然鮮奶同奶粉係唔係 direct competitor，但係都係相類似產品，所以我哋嘅廣告一定唔可以出得。但係邊有可能咁近噶？版面我仲有一個靚模喺床度點下點下，代表隻奶粉含碘量高啊！佢就揾一隻真嘅乳牛喺草原上面點下點下，仲係一樣話含碘量高，邊有可能咁相似噶？我哋公司一定有內鬼，而且仲要係將我呢條橋賣咗俾另一間公司嘅內鬼。如果唔係，我打死都唔相信兩個廣告點可以咁似。但係嗰個內鬼又冇理由喺我哋公司裏邊噶，因為知得呢個廣告計劃嘅人全部都係落手落腳做嘅人，件事禍咗，最大嘅損失都係我哋自己噶。唔通係奶粉公司裏邊自己有臥底？後尾我都有問過佢哋梗係話冇啦，因為佢哋除咗自己呃自己之外，真係冇咩其他方法啊嘛。唔通好似黑社會大佬咁，叫晒啲兄弟出嚟，然之後玩俄羅斯輪盤，自己射自己以示真誠咩？所以冇計啦，結果都係要將成個 campaign 再諗過。我諗今次唯一最大得益應該係 Mash Langmo 啦，因為佢可以再收多次錢，再上嚟影個相。當佢再次上嚟影相嘅時候，大家休息嘅時候休息，食飯嘅時候食飯，打邊爐嘅打邊爐，撳電話嘅撳電話之際，
佢無端端走過嚟，用近乎質問嘅語氣問我。喂，你知道我除咗中意傑仔之外，仲中意第二個噶嗬？我感覺到呢一刻就好似江湖大佬想查出二五仔嘅情節。當然啦，作為二五仔，我答案只係得一個啦，係咪？你講咩啊？我唔知你講咩。傑仔同我講咗啦，佢話咗俾你聽，我除咗佢之外，仲中意第二個呢件事。你唔好呃我啊！我雖然個胸好大咋，但我唔蠢噶。我真係好討厭佢成日提住自己個胸大嘅啫。係唔好講呢啲。不過我點都唔會認我知道佢同劉一刀之間嘅關係嘅啦。同埋我都冇同傑仔講過佢喺劉一刀 Facebook 裏邊留張半裸床照嘅事啊。作為一個冇舉報自己大佬嘅二五仔，其實唔係一個真正嘅二五仔啊。不過唔知係咪我認住呢？佢跟住就不停咁望住我，好似要向我發出無言嘅警告，叫我唔好多事。我故作鎮定，但係佢古怪嘅眼神令我成個人都好唔自然，令我有一種心虛嘅感覺。呢一種心虛 keep 到我夜晚食飯，因為我夜晚黑同我女朋友 Lavender 食飯。其實我要話俾大家聽，因為自從我識咗白海娟之後，每次我見到我女朋友都有種不其然嘅心虛。呢個世界係公平嘅，你瞞住自己女朋友心裏邊放多咗一個人，就要付出代價噶啦。擔驚受怕同心虛就係你享受多咗另一個愛情嘅代價咯。食下飯嘅時候，我女朋友突然之間同我講：喂，不如踩單車咯。踩單車？你平時都唔做運動嘅，唔好話做運動，出汗你都嘈喧巴閉。踩單車會出汗噶。冇啊，想做下運動啫嘛。近排興踩單車啊，我都想試下咯。你上次踩單車一個人咁悶，咁有陪你都好啊。但係你都冇單車。我尋日已經問咗跟我學大提琴嗰學生借咗部單車啦。我覺得呢件事非同小可，唔係而家個個都話踩單車湊熱鬧咁簡單。不過香港人真係你鋪人嘅，有段時間興滑水，個禮拜六日你身邊啲 friend 個個都變晒水上人，冇個腳踏實地嘅。踩單車以前除咗送外賣同送石油氣，除咗紅松蔭同黃金寶真係冇人踩啊！而家竟然變咗潮流，搞到嗰班送外賣同送石油氣嘅突然之間型咗上嚟。唔係我亂噏噶，你諗下早幾年嗰班真正艇家水上人，本來求其一條爛褲啊，嗰排個個着住 Quicksilver Block Shot 啊，成班變晒潮人，係咁幫啲人揸快艇玩 Wakeboard。而家送石油氣嗰啲啊，仲要用緊我國單車名牌鳳凰啊，全部都變晒有品味嘅懷舊單車愛好者。嗰架鳳凰我都踩過，有時我都好羨慕啲送石油嘅大叔，架車轉向又少又冇 brake， 本身架車已經20幾30磅噶啦，仲同一時間孭成9罐石油氣罐都可以上條大車，呢啲咪就係有型咯。但係係咪真係為咗有型呢？所以我女朋友先同我踩單車呢？定係女人敏銳嘅直覺令佢 sense 有啲唔對路呢？但係既然佢咁講，都要做噶啦。所以第二日嘅夜晚黑，我同佢真係去咗踩夜車，同佢一齊踩單車，好自然我就將佢同白海娟比較啦。你先明白點解男人成日都想三妻四妾，因為每個女人都俾到你唔同嘅感覺嘅。白海娟俾你嘅係一種並行齊飛嘅感覺，而我女朋友呢，就係傻頭傻腦，手腳唔協調，令人好自然想照顧佢嘅感覺，亦即係滿足我大男人嘅一面。所以同兩個女人一齊，我都係相同享受。我一路踩單車，一路幻想好似右邊就係我女朋友，左邊就係白海娟，同時間同佢兩個一齊踩。右邊係我女朋友，左邊係白海娟，左邊係白海娟，右邊係我女朋友，左邊係白海娟，左邊係白海娟。吓，左邊係白海娟？唔係我幻想，我左邊真係有白海娟。白海娟突然之間喺我左邊出現咗。
公子森林第15集，愛情二五仔。森美飾演森公子，小儀飾演媽媽，唐寧飾演 Lavender， 西瓜飾演 Marshmallow， 編劇導演森美，製作阿金阿傑，森美作品《公子森林》。公子森林第15集，愛情二五仔完。